年銷30萬隻嘅窯雞究竟有幾好味？鎮店之寶花膠鮑魚窯雞係傳統窯雞奢華嘅升級版。窯雞咧係選用放養嘅深山無鬚雞，肉質香嫩，配埋客家釀豆腐，每日新鮮手磨嘅豆腐，精選豬五花肉釀入去，人氣必點嘅菜式之一。蔥油焗金槍魚，倉魚肉咧超級滑，仲帶一點鹹香，仲有無花果雪梨燉瘦肉，超足料啊！肉醬撈伊麵，上湯河豆苗，呢度嘅菜式真係多到眼花繚亂啊！男女老少都啱食，記得收藏同打卡，有免費送嘅焦糖爆豬豆花。除咗今次升級嘅花膠鮑魚窯雞，12月1號仲推出冬季嘅新品，大眾點評都可以睇到㗎。今次去客家圍呢，就係領展中心城店，香港過嚟都好方便㗎。喺深圳有6間分店，華強北、茂業天地8樓都有店啊！快啲踢埋你嘅飯腳，一齊嚟啦！